歡迎大家收聽新一年嘅同你集，又係我三師兄為大家嚟做主持。今年新年新節氣，我哋邀請咗一個新嘅成員嚟同我哋探討今日嘅主題。今日主題講埋先，係男女相處大不同。有請我哋新嘅 partner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星洲伊面啊。伊面啊，歡迎你嚟到我哋嘅同你 talk 幫手啊！你知唔知咧？今個月有咩特別嘅日子啊？今個月啊，正啊，青春嘅回憶都翻晒嚟啦。今個月啊，3月14號白色情人節啊，冇錯啦！今個月就係白色情人節啦，有哇！我相信有呢個情人節咧，我自己都會好苦惱，即係送啲咩好？送朱古力咧，有時冇咩特別，即係送其他嘢又要諗咁樣。啲商家佬最開心啦！呢啲係商家佬推動嘅活動嚟嘅。我覺得唔係喎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小白。嗱，我覺得白色情人節咧係一個好有意義嘅節日，可以有一個機會咧更加了解雙方。點解咁講嘅？嗱，其實白色情人節咧，男仔送咩咧係唔重要嘅，最重要係回應對方嘅愛啊。女仔咧有時候咧會冇乜安全感噶，要確定你另一半係咪愛自己咧，回禮咧正正就係一種愛嘅表現啦。嗱，如果1個月前自己送嘅禮物收唔到回禮，可能會令到自己諗，係咪你唔再中意我啊？對方唔再愛自己啊？咁喎。咁誇張咩？雖然唔回禮就代表唔愛啊？咁又唔係。嗱，只係企喺女仔嘅角度，自己2月14號嗰時付出咗咁多心思同埋時間去準備禮物，都希望咧對方可以能夠重視自己嘅付出，亦都希望另一半咧會用翻相同嘅方式對翻自己喎。呢個咧，我覺得咧同男女嘅思維咧係有啲唔同嘅喎。男仔咧可能有理性啲啦，同埋目標取向啲嘅，拍拖耐咗啦，咁梗係覺得冇乜必要喺特定嘅節日咧去證明對另一半嘅愛噶嘛。咁女仔咧就感性啲嘅，係啦，過節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唔係在乎啲物質嘅，係在乎咧你究竟重唔重視我噶。男仔咧就會花錢啊，花時間啊去揀禮物，準備禮物。傳達出嚟嘅其實係，我記得你啊，我願意為你付出嘅，就係呢種 feel 啊嘛。不過如果雙方都係真心相愛，送俾對方嗰時咧，對方又好開心咧，其實即係好似自己嘅付出都會有種回應咁樣。講起回應，無論愛情啦、親情啦、朋友關係咧，回應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嚟嘅。比如今日咧見到個比較熟嘅朋友，你對住佢微笑，對方咧都微笑咁回應翻你咧，即係感覺心情都會好啲。咁如果相反咧，對方又無視咗你，跟住就會覺得點好似即係佢係咪嬲咗自己咧？咁樣個心情都有啲唔開心咁。係啊，嗱，回應嘅時機咧都好重要嘅，好似白色情人節咁咧，就係情人節嘅1個月之後。嗱，呢個時間咧可以俾雙方沉澱下、觀察下，就好似人際關係咁。嗱，你當下咧一個好熱烈嘅回應咧，其實未必拉近到距離嘅。但係咧，呢個延遲後嘅真實回應咧，其實往往咧會令到人感到溫暖噶。嗱，譬如我1個月前同你講呢部電影好好睇啊，推薦你去睇啦。跟住你睇咗之後，可能過一段時間同我講，喂，你上次睇嗰部電影，我睇咗啦，即係好似你講到咁精彩喎。原來咁嘅，空間都好緊要喎。以前聚會嗰陣咧，我見到啲心情唔好嘅朋友咧，我都會不斷咁樣關心佢。後來先知道啦，原來咧心情唔好嘅時候咧，都唔想講嘢噶，成日係咁問佢咧，反而都會有壓力添噶。係啊，嗱，人際相處咧唔一定下下都要好熟咁樣傾偈嘅，有時候咧你冷場唔講嘢，靜靜地咁樣一齊飲杯啡，享受當下嘅 moment， 其實都好開心噶。人際社交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技巧，同埋咧唔同嘅場景啦、年齡啦、使用嘅地方咧唔同咧，都會有啲即係唔一樣咁。所以嚟緊5月9號，我哋搞咗個重新連結系列活動——社交實驗室活動咧，就係會以闖關嘅形式進行，了解人際交往嘅技巧同重要元素，歡迎大家過嚟參加。係啊，嗱，如果大家咧對人際相處有興趣咧，就記得留意我哋5月9號嘅社交實驗室活動啦。哇！咁今日我哋嘅節目都嚟到呢度先啦，有咩問題都可以打過嚟問我哋嘅。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